你應該唔介意上鏡啩？我喺度拍片。我要開場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優人，我係一隻快樂的優人。OK，Today，我哋要玩競爭者，一個非常之熱門嘅競技遊戲。你唔好講真名出嚟，一陣間咧網上咧有人 search 咩優日街 ，Oh no！ 呢個抄晒啲資料。喂呀，唔好爆出嚟啊！你真係太過分，你竟然爆晒啲資料出嚟，冇即係我啲粉絲咧應該會非常之激動啊！我啲粉絲，哎呀碼頭，哎呀，係啊。爆晒啲真名出嚟啊！哎唷，哇乜事啊？狙擊槍，哇好嘢啊！狙擊槍，狙擊槍，四D 版。你好叫我咩？哎呀，你要死啦！你要死啦！陣間咧，學校嗰啲訓導主任咧就要揾我哋4個咧，跟住喺度傾你有損校風啊！捉我哋翻去啊！我會一雪前恥嘅。哇！好嘢啊！玩偷襲士巴。不過，哎呀，不講武德，年輕人不講武德啦。年輕人不講武德，可是會遭大罪的。靜音做乜嘢？爆晒出嚟啊！哎呀，點算啊？不靠譜。哇！邊度？哎呀！哇！殺咗一個人。Okay, I know, yes。你火焰打俾我煙霧彈黑掣啊！有何感想？中國人不吃這一套，你知道不？你真係玩唔起啊！覺得好失望啊咁。哇！好嘢，好計。我唔知，我吃慣，我只係一個小小 YouTuber， 唔好搞我。我小小 YouTuber 話，你聽我解釋先啦。
嘢。咦？OK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哋慘敗啊！你可以見到係佢哋兩個用極為卑劣的戰術先可以取勝，即係卑劣，我要黑化啊！我紅軍啊，我要。你將會死得，咦？我真係服咗啦！我黑化啦，冇人可以阻擋我。哇！好嘢啊！好嘢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呢位玩家好似玩咗好耐，或者佢都係課金玩家，買到最傑槍。OK，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有興趣嘅話，即管嚟金文泰中學嚟尋找我啦。我相信我哋班主任同埋訓導主任都會非常歡迎你的。我哋好似慘敗，點解？我哋應該冇錯，師質優良。哇！哇！哇！愛人生無上大場。乜嘢啊？呢啲咧叫做調虎離山之計啊！聽到未啊？調虎離山。哇！你死咗點啊？吔屎啦！哇！當然啦，喺 YouTube 都會講仆街仔啊！之後咧，我啲觀眾咧，我啲熱心的觀眾就到金文泰去揾我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嘢偷襲！哎呀！嗱，我啱先我錄咗9分鐘嘅片啊！我會即刻上傳到 YouTube 上面。等我要過咗黃標啊！你咪真係要過咗黃標？點解唔可以㗎？我哋要輸啦！要輸啊！實力差距咁大㗎！我話俾你聽，我直接爆你真名出嚟 ，OK？ 爆你真名。真係人生無常，大腸包小腸。
你要點樣應付？我覺得你打唔到佢哋。哇！我哋慘敗啊，敗走江湖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呢個咧就係我哋飛龍戰隊嘅主力選手，佢叫楊卓明，佢叫楊卓明 Dennis， 玩呢個玩後室啊！嚟，我要玩煙霧彈，玩煙霧彈。係咯，即係人生無常，大腸包小。冇辦法，唯有黑化啦，黑化先可以勝利。你 speed run 做乜嘢啫？人生無常，大腸包小腸，小腸包大腸。人生無常 ，OK 呢個。中腸包小腸。好吧，不過係來自金文泰中學嘅優質學生，好佩服自己。嗱。哇！我呀，冇咁嘅。唔係嘛？點樣打？吔屎啊！哇！哎呀！我哋3連敗啊！各位觀眾朋友，點算啊？各位觀眾朋友，我要點樣做先可以逆轉呢？你可唔可以收聲啊你？收聲啦！星加杯，星加杯。有9隻3隻入咗第一志願，真係7分鐘就為唔到，咪真係嗰個。
楊卓美涉及偷竊罪啊 ！What？ 關咩事啊？我咪燒咗佢。你喺呢度用狙擊槍，真係好勁。喺後面炸。愛真係人生無常，我每次都要講人生無常。吓？嘢嚟㗎。我要利用作弊嘅戰術啊！我要作弊。我已經破防啦！哎呀，暴擊！哇！好嘢，好嘢，勁勁勁！誒，食咗回春藥，回春藥啊，都係冇用，食咗春藥都係冇用。誒唔係，我講呢個召喚俾部黃標啊，可能會俾黃標啊。等下先，個回春藥嘅意思係咧係回血藥啊，大家要明白 ，OK？ 唔好諗一啲思想咁，你哋思想太骯髒了，我對你哋好失望。我要解釋一下，你哋聽我解釋 ，OK？ OK， 我講錯字 ，OK？ 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向廣大觀眾朋友說聲對不起 ，OK？ 我不應該講呢個字。你講咩邱校長啦？哎呀，秒讚了！我對於咧阿 Q 正傳咧嘅回應係咧係表示咦，我哋又輸啦！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哋破防啦！我唔錄啦，我罷工啦！再見。